个血气验出来就是他太紧张了，一直在忽检。怪不得哦。我是紧张了。你紧张啥？你爸跟你说啥了让你我知道。你们猜一猜，我紧张的是。还让我猜一下，你不会明天就要上课了吧？不会被批评了吧？喜欢的女生会赢你啊！我的好妈妈，我的作业以字为重。什么东西？我的作业以字为重。我的 homework 以字为重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你的 homework 有多少啊？就这么说吧，一会儿我这个讲他视频。你多大了，看看？也是你1年级还是2年级啊？2年级啊？好了好了，你这样不用做你的 homework。到时候回学校吧，别去跟别人说别随便惊叫下滑。现在头晕吗？你让我躺着的话，一辈子都不头晕。让我站起来，那我一辈子头晕。